哎，丁哥啊，这办公室太热了，你会不会装电风扇啊？会吧。出去！挑战365天不谈恋爱，今天是第1378天，多久才能结束这个挑战？他不是瞎吗？我。你好，哪位？我是保险公司的，请问您现在开车吗？我不开，司机开。哦，您现在去哪？在北京去上海的路上。哦，您的车有保险吗？应该有吧，我没有问过，回头我问问。您的车值多少钱呀？没问过，估计值几个亿吧。小姐，您那是啥车呀？高铁。脾气还挺大，我说错了吗？给你出一个问题，只要是你答对了，1等奖奥迪 A8 一辆，2等奖黄金1斤，3等奖苹果叉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来。今晚双色球开奖号码是多少呢？你别笑，你别笑。